正道，咱究竟咧追求什么？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弟兄妹平安。伫直播之前，伫恁的厝，大家要做礼拜的兄弟，也愿恁平安，少年恁愿主的圣神保守，互咱无论是伫教会，也是伫厝内，主的恩典拢跟咱三角地带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组织伫你的圣殿，亲像囝儿查某囝，倒转来到老爸的厝，我们伫你的面前来听老爸的话，并领受老母所备办家庭聚餐做伙的宴席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祝福今仔日的礼拜，祝福妖的得到饱，互失志的人得到安慰鼓励，互阮的家庭教会大大得到上帝你的听的充满。主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对你来领受阮生命的愿望。阮伫你的面前要恭敬听圣经的话，恳求你用圣神，就是你的神来启明，互阮明白上帝你的心意。阮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，恳求你甲阮同在，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的弟兄妹，今仔日我要用圣经内底一个故事，甲咱做伙来想，咱伫人生中间所追求的，到底咱会求什么？咱对细汉到大汉，伫每一个阶段，可能拢捌引起咱有一种的梦想。咱咧讲，就是理想梦想。梦想互一个少年囡仔，伊对将来有一个一北真水的路，伊咧找，伊咧期待。愿望是圣经中间一个足要紧的主题，特别对一个信仰的族群，叫做犹太人。犹太人千古到今仔日，因所追求愿望的就是救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应该捌听过犹太人咧期待弥赛亚降临。今仔日咱所读的《路加福音》第7章，就是这种的故事。犹太人到今仔日，有的人要无明白主耶稣其实已经来到这个世间。所以犹太人伫耶路撒冷的城内有一个所在叫做哭墙。检查咱捌去中东以色列旅游的人，恁就深深感觉，犹太人常常若会当，因就到这片墙，这片的墙，伫迄个所在安尼祈祷。犹太人因咧祈祷的时阵足敬虔，所以因常常会安尼前后一直摇晃不自主的。伫因的中间，伫上帝靠赖上帝讲：主啊，你的怜悯拯救，什么时阵会来临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这个故事内底有两句话，真水的两句话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牧师甲恁分享了后无结束，恁甲这两句话放伫恁的心内，恁就去一生安尼问：主耶稣是你吗？因为今仔日耶稣甲行洗礼约翰的学生，因伫对谈的中间，这个学生代表伊的老师行洗礼约翰来问耶稣。因为耶稣行了新约，今仔圣经牧师袂通因规个路加福音第7章拢总，因为伫咱的礼拜中间相长的经文，有时牧师会烦恼咱失焦，会对这个经文的注意重点看无到，所以牧师只有因其中的一段，这段的起头，咱咧听师会咧宣读圣经的时阵，感觉怪怪，因为无头无尾。伊讲正人就将囡仔交互老母。咱就想无讲，这句话是到底咧讲啥？啊，这个话咧讲起头前，就是耶稣甲这个行洗礼约翰的学生要做伙讲一个天国的信息的时阵，又做一项真怜悯，互人大大学了上帝的工作。圣经的故事，伊叫做拿因辖寡妇的囝儿。这个囡仔佫活起来，耶稣互死佫活。所以今仔咱读这段话的中间，就听到一句话。耶稣讲：恁倒去将恁所看到的，甲恁的老师约翰讲，有啥物？伊讲咚咚咚咚，就泰戈得到清气，泡饭得到医治，青梅得到看见。然后伊讲，死人得到佫活。
送向人要听见福音，意思就是讲绝望的人要听见天顶来上帝所想出来噩梦的信息。因为福音本身这个字叫做好消息，就是噩梦的信息。所以今仔日这段的对话中间最要紧，就是咧讲起咱伫人生中间所噩梦的是什么。所以啊，这我们要用大道的心来为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愿天顶的上帝亲自将伊的有备、伊的计划、伊的祝福赏赐予咱兄弟姊妹。所以今仔日我用一个无答案的问题来做咱今仔日读圣经的开始。咱伫人生中间，咱咧找什么？咱来到教会，咱做礼拜，咱期待伫礼拜中间，咱得到什么种的祝福？所听遐济，爱常常甲主祷。这个学生，加西利约翰的学生，因为因听到风声，耶稣出来工作一段时间，耶稣所行到的所在，充满上帝的作为。耶稣所看到的人，耶稣用怜悯，用一个疼惜真实的心来面对任何丧向欠过的人。所以，加西利约翰因听到耶稣，加西利约翰的学生就甲加西利约翰讲到这种的事业。所以加西利约翰心中就切一个，伊讲：莫非我所来听候的弥赛亚已经临到？所以，这个先生就是加西利约翰。传说中，伊是一个不妥协过分别罪性的生活。意思就是拒绝世间当时的社会内底一切世俗化、假清营生活迄种方式。所以，加西利约翰常常是一个真勤俭刻苦、无妥协的人。伊常常伫旷野中间咧传主的弥赛亚要来，主的天国要临到。加西利约翰听到耶稣所行所做这代志，伊就真好奇，莫非伊就是我的祖先甲我讲，天顶的救主基督要临到，所以就叫伊学生讲，恁去。这两个学生就是加西利约翰甲伊差遣，因就去看耶稣。当耶稣做完所有的事工侍奉了后，一个阶段，这两个学生就开嘴，甲耶稣问讲：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是阮所平所噩梦的，或者是阮爱阁继续听候？你是救主基督吗？还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先知？阮应该爱阁听候另外一个救主。所以听弟兄们，咱伫人生的路程顶悬，咱的上帝拢无离开咱。我要真清楚甲兄弟姊妹鼓励，有时咱心中会有迄种感动，足清楚的，有力量，有好点，有差遣，咱会感觉一种正能量，一种真清楚的这个好的消息、好的感觉入来咱的心中，要鼓励咱做某一种的代志。迄个时阵，真诶兄弟姊妹，咱爱亲像这两个学生，咱伫咱的心中问讲：主啊，这个声是你甲我讲的话吗？所听兄弟姊妹，做上帝的囝儿，爱真正常常安静听老爸的声。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兄弟姊妹，拢有带着这种的脚步。咱的教会人数虽然毋是真多，但是做恁的兄弟。牧师徛伫讲台顶悬，甲恁咧分享圣经的时，我会看到恁迄种的安静，恁的表情就是咧甲我讲，牧师你阁加讲一寡，牧师你讲上帝话互阮听。所以听弟兄姊妹，咱来常常伫咱心中有圣神的感动的时，爱甲圣神讲：是你吗？这句话本身有代表一种的思考判断。毋是逐种的感动拢是好的感动，也这点同意。所以圣经有讲辨别主人，就是所有的感动，有时是魔鬼的搅扰。魔鬼常常会用化妆的天使，用似是而非的话来甲咱搅扰。就亲像亚当夏娃身边迄只蛇，会甲上帝的话说我改变，包装
然后来欺骗上帝的家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这段话，牧师有真多的困难，唔知要怎样讲啊真亲切。但是牧师为恁祈祷，今仔日做礼拜了后，恁定心将这两句话放伫恁的心内，常常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有伫我的身边吗？主啊，是你嘛？主啊，这个感动是你嘛？主啊，当我要选择头前的路中间，主求你甲我三角地带。这个对话了后，当行洗礼约翰的学生离开，行洗礼约翰的学生离开耶稣倒去，因为耶稣甲伊讲，耶稣无回答案讲：是，我是，我就是，我是犹太人的王。伊无安尼讲，伊嘛要讲，我就是圣子，我就是上帝的基督。是，我来到恁中间。耶稣无甲因讲这个标准答案，但是耶稣甲因讲，恁倒去，将恁所看到的，甲你的先生讲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然后这两个学生离开了，因为这两个学生足清楚，因知影心内已经有一个默契，伊知影讲啊，是啊，都爱甲老师讲。然后这两人离开的时阵，众人耶稣回头甲群众，就是会众。所以今仔日这段故事内底咧讲起，耶稣对教会信仰的团体，行洗礼约翰的学生，伊所讲的话，检采上定性，就是咧讲起主耶稣对伊的门徒，以及逐世代的设立的教会，耶稣对伊的教会有讲福音的信息。然后耶稣嘛对这个世间、这个世界讲仰望应允的话。耶稣反当心就甲这个群众会众讲：恁出来到这个旷野，你要看行洗礼约翰吗？恁究竟要看什么？耶稣连续讲3摆，你们究竟要找什么？你们究竟要看什么？连续来用3摆，伊敢毋是咧甲咱讲起，耶稣真重要。伫迄个时阵，就是要甲这个世间、甲这个会众讲：恁伫这个世间无用气气，撞来撞去，到底你要看什么？是要看老人吗？还是要看一个救恩的荣耀临到？这句话真会通提醒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这个世间，耶稣3摆问彼得：你听我吗？你听我吗？你听我吗？耶稣伫这个所在连续3摆，甲伊这群众讲：你们究竟要看什么？恁若到旷野要看罗得风吹的摇动，恁来到这个旷野要看穿着迄个骆驼皮的约翰，行洗礼约翰。恁来到这个旷野是要看一个大先知吗？恁来到这个旷野也是要看到迄个穿幼麻衫、迄个真贵气的贵重服装的达官贵人。你要看迄个颜色真青呀，这个人生的中间的享乐吗？耶稣连续讲3摆，头一摆迄个看，甲后壁迄2摆看是无啥共款，无共字。第一个字就是你注重注目专心深刻咧看。第一个是咧讲起，你用你的肉体，用你的灵，用你的魂，你专心注目看。然后第2个、第3个，连续30个圣经第搁落去，迄个看，伊咧讲就是一种灵魂的看见，是一种灵性的观察。注目，就亲像讲咱咧讲注目看耶稣，注心看耶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人生中间有一种特别的智慧，是这个圣神来到咱中间。无人甲咱讲，若毋是圣神开咱的目睭，无人会当参透上帝的逐世代所蕴藏伊的有秘甲深秘的奥妙。所以保罗伫伊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伊讲上帝为着世间人所有秘的，这句话是咱的教会金句，特别是牧师的金句。所以牧师常常会提出来甲咱做分享，因为大家人拢爱上帝的有秘嘛。所以伫迄段中间，保罗讲到一项，上帝的圣神对天降临，踮伫咱的内底，伊就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世间事、上帝事、地上的事、天国的事、人的事、上帝的事。最后经到结论，
第2章的结束，伊讲圣神就互咱明白上帝有比一切的稳定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今仔日个礼拜唤起咱一个思考：无论你的人生要有偌长，要注重思考，我的人生到底为什么来活？咱的世间有当时啊，瞬间就结束，有无？日本的首相67岁，遐尼勇壮，伊的前途也有真大影响力，但偏偏两声，倒来都无起来啊！伫古关女社的边仔有一档千年的五叶松，估计是亚洲中间上年老的这个五叶松，台湾原生种这档树，落一个雨，1000年的树就倒落去，救袂起来，因为只系树木的医生甲看，规张皱甲空。所听也伫心妹，搁较长的退休嘛有结束。咱伫人生中间，咱的追求神。主人民咱是有福气的人，就趁遥我通找到的事来找伊。所以今仔日个诗篇所甲咱讲，愿一切追求你的人，因为你来欢喜快乐。愿你愿这个欢喜你的救恩的人，因常常讲，就尊耶和华最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牧师伫感动的中间邀请上帝赏赐咱有属灵的智慧，咱来看上帝所赏赐咱。所以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有一个真大互相祝福的一个机会，就是求天父上帝将信仰的喜乐。主啊，我来到圣殿足清楚，因为伫你的手中有喜乐，因为伫你的手中有平安，伫你的手中有恩望，因为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现今所存的有信、望、爱。信是什么？信是上帝，相信上帝的过去，伊所做的一切。信就是上帝过去的作为。听是什么？听就是今仔日咱要点伫上帝的听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无论是保罗，无论是其他的使徒，包括犹大书，伊足清楚讲，恁着点伫上帝的听，佮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。听就是今生今世，就是今卖上帝伫现今现主时的作为。上帝一切所为上伟大的作为，就是予伊的囝儿伫听的中间一生幸福快乐。什么是恩望？恩望就是上帝伫将来要为你甲我，咱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代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信望爱本身这个字并无互咱接一答案，但是咱来了解上帝的心意，咱就知影保罗咧讲的信望爱就是上帝是实在、今在、永在。上帝过去安怎做，今仔日就会安怎做，将来嘛安怎做。上帝伊伫古早为着众人所做，耶稣伫2000年前为着这群人所做。今仔日耶稣所讲这两句话，对谈的话，嘛是咧对咱讲的话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用伊的圣心，将这两个人所讲出来的话，甲上帝所予咱的话，甲伊放做伙。人所讲的话，就是讲主啊，是你嘛？今仔我来到教会内底，我坐伫这礼拜堂，所有的感动，主啊，是你嘛？你要拆遣我放落一切来跟对你吗？兄弟姊妹，耶稣讲过的侪话，今仔日应该拢是咱重新伫圣神的感动的中间，重新徛起来决志。我伫人生中间会当为着事业来无用，但是我一生敢会当有一个机会，会当专心为上帝来活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将一个有意义、价值、荣耀、丰盛的画面赏赐予咱大家。所以，愿兄弟姊妹通过这个故事，咱嘛凊彩都听过，就亲像咧看迄个连续剧，有当时有记也无记也好。老人暗时咧要困之前来看电视，有一个习惯，其实毋是咧看电视，是互电视看。看电视就看到整困去安尼，电视若关起来就醒起来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人生中间今日这个故事，互咱有真深的一个思考甲反省。愿这两句话写伫恁的心内。你若听到上帝声有圣神的感动，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。你问讲，
主啊是你嘛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牧者的声，牧者的声，伊的羊群认捌伊的牧者的声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拄则牧师同这个圣经的解说，耶稣有对伊的学生，对加西利约翰学生所讲的话，迄就是对今生的教会、逐世代的教会所讲的。恁倒去将恁所看到的，甲约翰讲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伫咱信仰的路程、信仰的历程中间，你捌看见什么？愿天父上帝圣神唤起咱。所以，伫这个所在，约翰耶稣甲伊讲：恁倒去将所看见、所听到的事，甲约翰讲，就是青梅得到看见，摆开爬起来行，海哥的得到清气，草鱼人得到看见，死人搁活。死人搁活，这个毋是干那讲起哪医城寡妇的囡仔，最主要咧讲起一个已经有魂无体、有体无魂啊！吼，就是一个已经亲像死人共款，得过且过，伫人生的中间摇摇摆摆，咱的灵魂困去啊嘛！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最重要就是互罪人悔改，互人重新做人。圣经讲重生顶头生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伫这个所在甲伊讲，恁倒去讲三项代志。第一，恁看到病得了医治，死人得了救活。第二，伊讲啥物？送向人要听见福音，就是伫绝望的所在，上帝要享受恩望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望希望。就是上帝伫未来所要做的代志，兄弟，相信、祈祷，你爱相信上帝伫咱的人生每一个人的头前，伫每一个人的头前，拢有享受恩望。一个足出名的神学家，伊影响20世纪整个欧洲的教会，伊的名叫做 Moltmann， 伊伫1960年代。写一本册，伊讲上帝是享受恩望的上帝。这本册影响真侪人，因为1960年代是全世界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有真侪人对头前的世代是充满绝望。咱咧叫做战后婴儿潮，就是伫战后像日本首相过身这个，伊就是一个战后出世的囡仔。迄时代的人，因看到2粒原子炸弹弹落来，就啥物拢无啊。所以因看到科技的进步，但是看到人类头前的无稳定性。什么是真正的恩望？这个德国的牧师，其实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因为德国的战争甲全世界的世界大战，伊嘛捌互掠去伫监狱的中间关起来。因为德国渐渐失败战败，所以伊捌伫监狱的中间，甚至伊感觉伊已经无命。所以伫伊个生甲死中间，伊也看到真侪人情世事。德国人怎样糟蹋犹太人，杀死600几万的犹太人。人的性命亲像草，所以这个牧师上帝给伊特别的智慧，伊讲起上帝伫头前咧听候咱。这句话伊讲，上帝毋是伫高高在上的天顶咧飞，上帝伫头前咧听候咱。伊的话鼓励真侪迄个时代的人。我真爱伊中间2句话，伊讲 action in hope， hope in action。action in hope 的意思就是伫恩望的中间行动，伫你的行动的中间表明出来恩望的信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这个送向人绝望的人有福音。最后耶稣伊讲一句话：无因为我的邀请来拒绝这个人有福气，这是我的翻译。圣经的翻译讲：凡不因我跌倒的人有福气了。这句话听起来。爱真需要思考，才会了解。耶稣伫伊的人生中间邀请几摆对世间人的邀请，
又邀请伊的门徒，有的门徒就马上放落因讨鱼的网啊啦，啥物啊，就来跟对耶稣祈祷。但是嘛有人头壳累累就离开，因为伊放袂落伊的世间做，因为伊已经有太多啊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听耶稣伫今仔日所甲咱讲的话。耶稣对正教会讲了后，伊反转身，也对这个世代、这个社会，嘛是对咱来讲，咱是属这个世间中间的一份子。愿咱听着耶稣所讲的话中间，咱切一个，咱问咱家己：哎呀，时间咧过遮尔紧，我已经到50岁。毋是，牧师已经超过50岁，咱测一下，那就可能到70岁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人生无定着，安伯无想着讲，伊徛伫迄个回照香典馆的演讲街头演讲，瞬间伊倒咧就无去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外口的人，咱的人生爱把握，趁着还有白昼。耶稣所讲，恁出去来看什么？这是今仔日我讲所邀请咱所读到这个圣经，一个真要紧的第二句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今仔日坐伫遮，你要创什么？为什么咱要做伙组织？当然有一个理由，就是伫教会中间有听，咱做伙来，咱拢感觉足快乐，因为咱做伙伫教会中间，咱会当看到对方，会当坐做伙。会当做礼拜，这就是这个家庭，咱的这个大家庭中间一个真自然的。咱若时间到，咱就想要来。但是除了这个以外，耶稣问：除了看这个圣殿吗？还是看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吗？耶稣讲：是，行到西约翰，伊嘛有上帝的权能，所以伊伫圣殿中间是真正是一个伟大的圣殿。所以今仔圣经第26节最后。耶稣肯定加西利约翰，但是耶稣佫讲，但是这样伟大的圣殿，伊将来的天堂，伊是摆伫尾啊。耶稣毋是看轻加西利约翰，伊的意思就是将来的上帝的施恩造就，一定是一个真特别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，今仔这个圣经是一个故事。但是咱若静静听，咱就毋是参加老热的阵营，就亲像咱咧过咧娘妈祖对咧行，安尼无用安尼尔。咱伫这个信仰的过程中间，咱毋是干那对咧行，咱伫咱敬拜上帝的时阵，逐时逐刻，咱拢得到圣神的带领甲感动。这是祝福的话，伫今仔日的圣经的结论。咱做伙。咱伫上帝的面前宣告讲：既然追求耶和华的，因为你得到欢喜，关迄个听你羡慕你的救恩的你的百姓，因会当伫因的一生中间，常常心内尊主最大。这是代表的态度，嘛应该是咱的态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今仔这个金句，也是教会送互咱，当咱。要散会吟上的时阵，你将这个金句，你放伫你的手中，你甲上帝讲：我要带今仔日金句的祝福对于我的厝。伊讲，互人有愿望的上帝，将各种的喜乐甲平安，通过圣神，互恁有能力甲愿望。阿门嘛！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要出发进前，要有一个目标。爱知影你要去什么所在，咱要精进进前，咱爱知影，咱伫精进的过程，精进了后，咱要得到什么？咱到底伫繁华的这个世间，咱想要得到什么？我咱也去双手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开天窗，主啊，求你拍开天顶的门，互我真正看见你甲我陪伴迄个荣耀的。咱若知，咱的人生就要动海。所以，上帝对咱所讲的话，就是耶稣伫2000年前对加西利约翰所讲的话。拄则牧师有带咱读3句话。第一就是世人国话，世人国话咧讲起一个基督徒，
零星倒退的信心，要重新找回起初的爱，有没有？咱伫上帝面前，咱重新找倒转来。咱伫当初第一个感动就前讲，主啊，我愿意。咱领洗咧，初为信徒，第一摆伫主面前决志，迄种的火热的心志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求天父上帝将恶梦的信息显示互咱，互咱一生坚持到尾，无跋倒。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主你所讲的话就是话，主你所讲的话就是一个绝对。我无论听有听无，想会明白想会明白。主你若见咱所讲的，我就照安尼来学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路加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，伊真够听，所以伊伫耶稣的信息这个故事的过程顶端，伊就听有耶稣今仔日所讲的话，这叫做恶梦的福音。恶梦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也好，颂扬人的福音也好，拢是恶梦的福音。所以拄则牧师有甲咱分享这个莫特曼这个牧师，伊讲上帝的头前咧等咱，因为上帝有备办，你相信吗？主啊，我遐尼袂堪得，我相信你会为着某某长老备办，因为伊遐尼听你敬虔。主啊，你敢会听我遮尼卑微的人？兄弟姊妹，毋通误会，上帝听咱，毋是因为咱伫教会内底，咱有担当心中的职分。上帝听咱是因为咱是伊的囝子，兄弟安尼有清楚吗？上帝听咱，是因为咱是伊的囝子，所以咱就求叫伊讲阿爸天父，主帮助咱会当了解伫绝望的中间，上帝永远收束恶梦。所以老目屎夜睛子的人，伊的恶梦是甚物？老目屎夜睛子的人，伊的恶梦是甚物？欢欢喜喜，对，上帝伫伊头前要互伊修成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为了将来甲主同行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耶稣所讲的话内底咧讲起，什么是恶梦？恶梦是圣经中间最重要的宝贝。犹太人的民族历史4000年，对亚伯拉罕到今仔日，这个民族因最大的特色，就是伫绝望的中间坚持伊的上帝是伊的人民甲恶梦。所以，这个家庭4000年后建立一个态度，就是无论怎样，我的上帝，伊是收束恶梦的上帝。像这互这种的态度甲信心，加做咱的信心好吗？愿咱加做一个，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咱拢相信，咱的上帝绝对无放咱做孤儿寡妇孤单。求天父上帝收束这种的勇气、信心、阻碍。好，咱亲像保罗讲，我深深相信，我的人生是信望爱的人生。我深深相信，上帝将信、恶梦甲仁爱收束互我。这是犹太人因的家族，也应该是基督徒应该有信仰的态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慢慢培养。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我有迄种袂通互人指导的信心跟勇气，这就是恶梦。因为恶梦，所以我就会当成做一个不被指导。虽然这个上帝所应允的代志也未临到，天后何等的煎熬，天后何等的煎熬啊！代志做歹讲，煎熬是变哪讲？真天后困难，苦苦的天后。愿天父上帝帮助牧师的代志要阁无够格，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咱天后的时阵，迄个心内无法度，迄个焦虑，心内的苦楚，那是照无啊心咧活。求主帮助咱，将伊的恶梦放伫咱的内底。圣经内底有即几种的应允，伊讲上帝所思想的恶梦，就是生命的恶梦；上帝所想述的恶梦，就是福音的恶梦；上帝所想述的恶梦，就是新天新地，有上帝的义伫伊个中间。我真爱这句话。
咱的人生是一个新的，旧的事情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恁会记无？过去代志拢真过去。行洗礼约翰伫启示录中间，伊得到感动，讲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临到，无搁再流目屎，无再哀叫，无搁再痛苦。上帝赏赐新天新地，不但是安尼，基督徒要穿白衫的意思就是，新的上帝伊将圣洁分别做成圣洁的画面穿伫咱的心上，所以伊讲有义点伫伊中间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恁，恁哪来哪亲像耶稣。咱讲主耶稣，我未堪得，我是一个寒慢的学生，我是一个浪动孩囡仔。但主耶稣求你怜悯帮助我，互我哪来哪亲像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耶稣3摆对众人讲，恁咧找什么？也这，若是耶稣3摆讲的话，的确是非常的，迄叫做加强语气。咱若咧学英语来讲，伊是一个加强语气，伊讲的是绝对重要的一个思考。兄弟姊妹，你的人生咧做什么？耶稣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道路。也即咱咧找上帝，咱嘛咧找耶稣基督的听。愿咱对今仔日的圣经的故事，咱问咱家己讲：我糊里糊涂过一世人到今仔日，我无用试试，这敢是上帝爱我行的路嘛？也即上帝用伊做奇妙，逐种无保留奇妙文书为咱备办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赏赐万人好，未捌留落一项，无赏赐予伊囝儿。天顶的阿爸天父上帝，阮深深相信，你为阮备办的是一个超出所求所想，是阮目睭未捌看见，阮的耳孔从来毋捌听见，阮想象未到。阿爸天父，阮深深相信，阮的卑微要因为你的尊贵来得到荣光。阮虽然未堪得，但是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应允。阮深深相信，阮无应该停留伫这个世俗的环境的中间，继续沉沦、拖磨、颠簸。主求你怜悯阮，帮助阮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。阮要同齐来唱哈利路亚，荣光归你的圣名。主，阮虽然是一个卑微的教会，但是因为你，阮无要搁再有卑微的心，只有谦卑，只有仰望。愿天父上帝听阮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也对阮讲话。阮当心祈祷，我靠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